后来乡亲来关心天气的状况，中度风台梅沙虽然未直接冲来台湾，但是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有短时的强降雨。气象局是针对着台北、新北、基隆甲桃园4个县市来发布着大雨特报。那宜兰的海边现大影，龟山岛今仔日封岛。另外，还有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，目前伫花莲的东边，可能今仔日就会增强为今年第10号的风台海神，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，讲会为日本遐去。宜兰的乌石港因为风台的关系，风影真大，真高冲影的人嘛唔敢和天过关。今天不适合冲浪，浪比较大，而且有流。风台梅沙无直接对台湾来，但是早时嘛是上接近台湾的时阵，宜兰的龟山岛为着安全袂使去哩，所以有的游客转坐船去看海岸。会不会怕晕船？不会啊。浪稍微有点长浪啊，有点大，会不会有点担心晕船？我们就是怕没有浪。出海就是有浪。伊是咧滚生笑的，出去佚佗上重要就是安全。风台无对台湾直直来，但是嘛是有影响。中央气象局针对基隆、台北、新北市、桃园市发布大雨特报。在大台北和桃园有一些比较大的雨量，清晨到目前为止，时雨量最大的是在桃园地区36毫米左右的降雨。然后我们也针对大台北地区和桃园地区发布大雨特报。不过预估这样的雨势在中午以后会渐渐的缓和下来。梅沙风台才打造呢，花莲东方2400公里的海面顶悬热带性低气压，而遐咧春卡扫手啊，刚有可能会变成风台。目前看起来有机会在今天增强为轻度台风。那目前各国的预测显示，在周末到下礼拜之初的时候，会往日本的方向移动。甲你提醒一个，拜4、拜5天气无啥稳定，低压带的环境当中，北部、中部、南部、东北部可能拢会落雨，部分地区可能会破大雨，所以出门雨伞雨满爱扎咧。